乡亲4天的连假，统安排到南投佚佗。南投有游乐园推出游台票，比原价俗200块。另外一间度假村推出着生象游台的活动，上低的人免费入园。海拔500公尺，度假村内面有天空步道、温泉区，也有原住民的传统建筑。28连假度假村要拍节拼人气。属猪免门票。为28到3月7日3，上低的民众免费入园，其他会使用199买到原价450块的门票。另外一间乐园嘛伫南投，同款以原住民为主题，无同款的是连假，佮配合优惠柜，门票属200块。过道入园是以228这个3个数字做票价。下午2点半以后入园的，可以一直玩到晚上8点赏夜莺，希望能够达到3万人的一个目标。乐园樱花有北中樱、吉野樱、富士樱3种品种，接力开到3月份。想花加连假，无等春游补助方案，想要把握连假的商机。